做伙来祈祷。主感谢你赏赐互阮今仔日通做伙组织，阮相信上帝，你就透过你的话要教示阮，求主帮助阮拍开阮的耳孔，听见你要向阮所讲的话语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。我读小学的时阵，当时台湾阁是体罚的年代，所以我相信即摆真侪老师拢知影，即摆老师是袂当凊彩举推仔讲囡仔，所以恁就知影我的年纪啊吼。不过我读小学的时，我会记得我对国小3年级开始，当时我的导师是数学教数学，伊的规矩就是考无到90分的，减1分就拍一个。恁我毋知影大家是毋是有甲我经验共款的吼？有甲我共款的，请举手好。哦，多谢，谢谢，多谢。我的国小迄个3年级开始吼，我的国小老师就是安尼，伊教室内底就准备一支迄个，迄个藤条，迄我毋知要安怎讲吼，迄个，迄藤条啊吼，迄束囡仔的吼。然后我逐摆看入教室看到迄支，我就心内底就开始咧带吼。因为我小学的时阵功课毋是上好吼，所以毋是时常就是样样要去互讲着。90分吼，也是考有到90分，就感觉真侥幸啊吼。所以即个若无去互讲着吼，就看迄个互讲的同学吼，就感觉讲好，伫遐挨爸叫母，阮就感觉真侥幸，讲安尼闪过啊吼。我会记得有一遍，迄遍印象上深嘛吼。考卷分落来91分，心内底就开始咧笑啊，讲今仔日免去互推啊吼。结果无拍算，迄遍阮老师讲全班考上好啦，95分，标准提悬到95分啦。所以我就无代无志，搁去互讲4个啦。所以迄遍考试我就印象上深的就是安尼，无代无志就去互讲4个。虽然这叫做今仔日的圣经啊，其实今仔的圣经就是安尼。罗马书第1章18节到32节，保罗呈现100人类对倒的罪性，伊宣告讲上帝公义的审判一定会来。上帝将恁交付伫罪人，这就是伊的审判。然后对罗马书第2章开始，伊就活转身，一群家己掠做伊真捌上帝的公义，上帝迄支推仔永远袂讲着伊的人身躯顶头。伊就对即群人讲，提出警告，恁毋通久笑闭无尾。上帝公义的审判不只临到即群人了。嘛会临到恁哦，因为伊会照咱所行的来回应，对第2章开始，罗马书第2章开始，保罗真侪摆就用迄个伊想象中的你做一个对手，对无？所以一开始咱等下会读着吼，做一个对手，爱不断咧问伊问题。即种用问问题，甲伊想象的对象对话，要讲伊的想法毋对，要凸显论点，这是当时演讲术。咱爱知影，伫古典的希腊罗马内底，演讲术是学问之一，是当时演讲术时常咧用的，叫做。问人透过质问的过程来反击啦，即种手法。
罗马书第2章第1节是安尼讲，所以咱着读掉吼，理。保罗用理，这就是辩论啦。伊要甲这个人辩论就对啊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所以你这个批判人的，无论你是啥物人，拢袂当推责任。你批判别人是在批判家己，因为你批判别人做的代志，家己嘛逐项拢去做。换一句话来讲，保罗即句话后壁意思是讲，你若批判别人，你家己愿意自省，无去做遮个代志，安尼可能批判嘛会使。原文是讲，所以论断的人，你无通提示。头一句是安尼，你无通提示啊。保罗是照迄个主耶稣的教示的即个传统甲原则。伫福音书内底，主耶稣几若遍拢照即个传统咧讲论断人的人。伊要讲伫上帝的面头前，咱无人会当得闪伊的审判。啊，你若行会晓批评别人，你行袂出来，不过是定家己的罪尔。罗马书第2章第2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咱知做即款代志的人，上帝会照事实甲因审判。希腊文是讲，上帝的审判是照真理临到实践的人，这嘛叫做咱普遍的人性。咱普遍的人性，就是习惯真严格去检查别人，总是真习惯、真宽容看待家己。罗马书第2章第3节续落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你这个人，你批判别人做这个代志，家己嘛去做同款的代志。你想讲你会当相比上帝的审判是无？这个你想翻译顶头的，你想有一个真特别的意思，伫罗马书内底出现19摆。咱伫即个所在读到第1摆，圣经以外，即字拢用伫咧当估价、商业顶头咧当做生意啦吼，做生意咧你想的意思是讲，这偌侪钱啊？伫迄个圣经以外，当时是安尼用哦，算看卖啊，你欠人偌侪少啦吼，总是伫70字译本内底翻译做“系说”，时常用来指上帝的旨意，就是上帝关系人的想法。所以保罗伫遮是咧宣告讲：啊，无你想看卖啊嘛？你想看卖啊？上帝是安那甲你算数？你爱好啊想哦，上帝会安怎甲咱算数？即句话是安尼的意思哦。所以你若要批评别人、论断别人，爱说字哦，上帝共款嘛要算你的数哦。所以你爱想好、想清楚哦，你爱想清楚哦。罗马书第2章第4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，也是讲你看见上帝极大的仁慈、宽容甲存忍，你竟毋知伊的仁慈是要带你悔改。好，保罗搁一遍运用当时犹太人的观点，咧对咱讲，上帝袂用阮邪恶。表面看起来，上帝审判的时间是还袂到呢。做歹的人依然搁有对无？嘛继续做歹是安怎？保罗咧讲，因为伊审判的日还袂到，上时伊要互你悔改，伊要互人悔改，所以这甲伊施行审判受气的迄个公义并无冲突。仁慈伫和合本来翻译做温慈，时常伫圣经内底诗人时常用来形容上帝本性，上帝本性是温慈，也是仁慈。吞忍
只有出现伫新约，只有出现伫这个所在尔。所以咱读到这个吞论真特别，新约只有出现伫遮。然后希腊的文献内底使用的所在是两方本来咧战争，互伊休困，无搁战争的意思，就是吞论的意思。吞论的意思吼。然后宽容呢？宽容甲74译本出来记记第34章第6节讲上主的性情叫做无凊彩受气，无不轻易发怒。上主的性情是安尼，所以迄个字根是共款。所以保罗是安尼讲哦。假使你若掠做，你会当得享上帝的审判，就是表示伊仁慈的本质。伊无凊彩来受气，并无表示伊永远袂受气。了解意思吼？所以当伊受气还袂发作的进前，是伊的温慈目的是爱咱悔改。安尼有清楚啊吼？罗马书第2章第5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你硬心毋悔改，是在为着家己累积上帝的受气。这个受气会伫伊公义审判迄日显明。迄个伫遮累积翻译真可能较接近原文，因为这字的意思就是欠啦。欠，咱会欠钱伫银行嘛吼，邮局，迄个这字的意思是欠啦，累积，积聚的意思。所以上帝讲啊，你啥物货无要欠啊欠上帝受气哦，保罗是这个意思哦。啊你是安那要硬心毋悔改？你硬心毋悔改，表示你一直咧欠上帝的受气。迄日特别显明，啊若上帝受气伫伊的日子，你就惨啊，是安尼意思哦。所以咱的性命若要欠，爱欠啥？爱欠上帝的听啦。若安尼免啊欠上帝的听伫咱的性命内底，这就是刷落来保罗所要讲的。罗马书第2章第6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上帝会照逐人的行为，甲因报应。原则上就是爱好好啊欠啦。然后第2章的第6节到11节，在文学上叫做交错对称。第6节到11节拢讲上帝，第7节到第10节拢讲行好的人，第8节到第9节拢讲做歹的人。咱等下读就知影，所以这叫做文学上叫做对称。第6节到11节，到11节上开始到落尾，这段的开始到落尾拢讲上帝，然后讲做好行好的人叫做第7节到第10节，第8节到第9节中就讲做歹的人。保罗先引用诗人的话，诗篇62篇12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主爱嘛属伫伊，主啊，你要照逐人的所做，甲伊报应，敢毋是？保罗就引用这节啦。上帝是照逐人所做报应伊啊，所以诗人是安尼告别。咱若读迄个诗篇62篇就知。诗人是个别讲上帝的公义是关联甲慈爱，关联，这是第一层吼，关联甲慈爱，所以伊会照咱所行伫伊的日子来回应。罗马书第2章第7节，刷来就是讲好，做好事的人是安怎吼？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，遐会坚持做好事，追求荣光尊贵。甲袂败坏性命的人，上帝赐因永远的活命。
这个坚持做好事，希腊文会当讲是因为好的行为的坚忍，基于善的行为的坚忍。他听起来无啥顺，所以意思是讲，咱若为着要实践好所行，所有的忍耐甲坚忍，坚忍这个字词是希腊罗马社会强调做兵的人做一个军人的美德之一，总是伫犹太教的典外文献中，坚忍。即字是甲忍受迫害、甘心顺道有关系，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保罗伫遮所讲的好事，只是牵一个阿婆过路安尼尔，不只是安尼。保罗伫遮讲坚持，也是坚忍。做好事的意思是讲，咱若做好事，互人迫害人，了解意思无？咱若做好事，互人讲闲话，互人伫遐后壁拗念，伊是咧讲这，搁较要紧的，保罗是咧指，咱若做遮的好，去拄着迫害人，因要得到对上帝来荣光甲性命。永远的性命，咱伫遮有读到这个永远的活命。希腊文原来的意思是咧形容做一个神无受时间影响的特质。所以当时70译本加新约就照这个意思来描述上帝是永远性命的上帝。永远的上帝，咱拢捌听过，伫教会内底，永远的上帝，永远性命的上帝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保罗是咧告别一项代志。上帝啊，你有永远的性命，你会将这个永远的性命赐予遐个你看做好的人，就是有欠上帝会听的人。罗马书第2章第10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不过，所有做好的人会得到荣光、尊贵、甲平安。大先是犹太人，后来才外邦人。所以，就是伫世间人的眼中，迄个军队顶十字架耶稣的信徒，伫世间人的眼中看起来是见笑。总是保罗去安尼讲，恁互人讥笑，讲恁是见笑嘛袂要紧，恁只要持守好所行的忍耐，上帝会互安尼去行的人尊贵甲荣光。罗马书第2章第8节，咱读到做歹的人啊，这段就是做歹的人。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遐个自私无尊趁真理，去趁不义的人，上帝受气甲刑罚会临到因。其实保罗是搁讲一遍，因为罗马书第1章的18节加29节，保罗拢讲不义，遐个不义的人，上帝受气会临到因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保罗伫遮只是搁讲一遍而已。罗马书第2章第9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所有做歹的人会受到患难困苦，大先是犹太人，后来才外邦人。患难困苦原文迄个语言的意思，拢甲受限、受限，也是受威胁有关系。所以这是用一种相同的意思，同款相同、同款的意思来描述遐个做歹的人安怎？做歹的人就是会当一时得意，总是
恁若是做歹，就会互迄个罪所辖制，就会受限伫迄个罪内底。所以，就亲像上帝凊彩人，咱伫罗马书第1章的尾后，咱有读到上帝的凊彩，迄个毋是凊彩哦，凊彩人是伊将遐个做歹的人交付伫罪的困境内底。我顶边有解说过，迄个交付其实就是审判官将人交付伫监牢内底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这是共款的意思，前后拢共款。这拄好是咧讲，遮个犯罪人、做歹的人，会伫因的罪恶内底去互捆绑掉的。所以上尾保罗做伊的结论，保罗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，因为上帝无偏待人。偏待人，原文是两字合起来，一字叫做举起，一字叫做面，所以若用东方的解说闪族的解说方式，就是看人的面啊，做代志，听有意思无？偏待，其实咱台湾人可能会习惯安尼吼。迄个啥物人来讲情吼，爱看伊是啥物人对无？若县长、立法委员来讲情，咱就好啦，就罚单就免罚啦。若 nobody 吼，毋是啥物人吼，得看面啦，看人，你知啦吼，这叫看人的面啦。所以这个偏待原文的意思是安尼吼，两字啦合起来，叫做看人的面。所以保罗伫遮应该是引用托拉摩西律法，申命记第10章17节，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上主恁的上帝是万神的神，万主的主是至大权能、通行为的上帝。伊袂看人的身份对待人，嘛袂收贿赂吼。那古早叫做暴露，那个贿赂。台语原来叫做暴露，不过贿赂可能咱较会知影，意思就是啥物货？上帝袂看人的面色，看你的职位，看你安怎来办代志啦。所以刷落去，保罗就说明上帝无偏待人的方式。罗马书第2章12节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外邦人无摩西律法，若犯罪嘛会受律法官的审判来灭亡。犹太人有摩西律法，若犯罪会照律法受审判。伫这节内底，12节这节内底4遍所讲的律法，所指的拢是摩西的律法。所以咱等者会阁读到一个法，一个律，迄个甲摩西律法无啥共款。上帝，保罗讲上帝袂用无启示互外邦人的摩西律法来审判因，总是犹太人无啥共款，因为犹太人有受摩西律法的启示，所以伊会用摩西律法来审判遐个得到启示有摩西律法的犹太人，真简单吼，真简单理解。13节煞嚟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因为毋是听律法的人，伫上帝面前是义人，只有实行律法的人，才会互上帝宣判做义人。现代中译本将和合本翻译做称义。咱直接其实已经读着称义啊，直接翻译做互上帝判做无罪。总是伫现代台语译本是翻译做互上帝宣判做义人，因为原文是安尼写哦，原文是写讲
因为伫上帝面前，毋是听律法的人做义，是行律法的人宣告做义。迄个称义即字，伫原文的意思，咱真侪和合本翻译拢来翻译做称义。称义即字原文意思应该做被称义，原底是罗马法庭顶头的术语，是迄个审判者认可宣判你无罪的意思。所以迄个是一个法庭，罗马法庭内底，就是法官伫顶头讲你无罪，安尼叫做称义，听有意思吼？然后保罗将即字来放伫即个情景内底，换一句话来讲，伊讲上帝咧审判的原则，上帝要审判的原则，要爱互伊判做无罪。人不只是耳孔听见，是听了去行的人，安尼才会互上帝判做无罪。哦，请毋通误解啊！吼，这是一个称义，这个是一个法定的名词，叫做被判无罪尔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实际上，这个耳孔听见、听了去行的人，这个标准共款适用伫无摩西律法的人身躯顶头。罗马书第2章14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无律法的外邦人，若照本性遵守律法的规定，因虽然无律法，家己就是律法。迄原文是安尼写讲，遐个无律法的外邦人，照天性做律法的代志。这个摩罗即字原文的意思是指律法规则，就是习惯。70字译本用即字来表达摩西对上帝所领受的律法，总是保罗伫这个所在其实咱指出另外一种律，伊是用当时希腊作家表达的方式来讲，一个有美好德行的人，无需要律法的制裁，对无？咱爱知影吼，律法是我时常咧讲哦，律法叫做上帝的标准啊。遵守律法只是上帝的标准尔，对无？律法以上，阁有更较侪。总是不管安怎，保罗进一步来解说罗马书第2章15节，伊咧所讲，伫遮所讲的律是啥物货？所以我将你有注意到无？我将律法甲律来分落开，因为律法大部分咱拢来自即个摩西的律法，总是律可能阁是另外一个意思。保罗进一步伫遮咧咱解说伊所讲的律，伫外邦人身躯顶头的律是啥物货？所以做伙来读罗马书第2章15节，做伙来读来，安尼表示律法的要求有刻伫伊的心内。所以第一句应该是写做律法的行为。所以保罗提出一种可能，哪有可能有人毋知影有上帝律法，总是伊的行为去符合上帝律法的精神，哪有可能？所以保罗伫遮是咧讲即个哦，就是我毋知影上帝律法啦，总是我的行为会当符合上帝律法的精神。所以写伫心里，是保罗引用上帝托先知所讲一句要紧的话，耶利米书第31章33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遐日子以后，我甲全体以色列人所要立的约是安尼，我要将我的律法下伫因的心内，刻伫因的心板，我要做因的上帝，因为做我的子民。上主安尼宣布。所以保罗讲，伫遮引用这段，保罗是咧安尼讲，上帝早就有讲过啊，要做伫
以色列身躯顶头的工作，照着福音，就会刻伫相信的人心中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咱若相信，伊就要做咱的上帝。简单来讲是安尼，咱若相信，伊就要做咱的上帝。罗马书第2章15节尾段，刷嚟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文，做伙来读来。因的良心嘛正直，因的心思有时家己责备，有时家己辩护。随上保罗伫15节的 A 段甲 B 段，用一字真特别的字，叫做当作见证一字。这个当作见证的意思是伫摩西律法内底有安尼写，申命记19章15节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若有人做啥物毋对，犯啥物罪，毋通简单听一个人的证词，着有2个也是3个证人，才通甲伊定罪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保罗是安尼讲人的良心，以及上帝写伫人心中的迄个律，做伙做见证，听有意思吼？做伙做这个见证人，互人当人做啥物代志了后，人心内底会反应，咱会自责。啊，我还会讲迄句话，互人会辩论。我毋知影咱有即种状况吼，咱会家己辩论讲，啊无啦，我拄拄仔迄句话，毋是条工的啦。咱会嘛对无？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上帝咧讲，当咱的心内底，保罗咧讲，当咱的心内底开始会辩论，也是自责，家己责备家己，这就是上帝写伫咱的心内底，以及咱的良心，做伙做证人，爱咱啥物货？为着咱的行为负责任，为咱的行为负起责任。真侪人认为这是即种想法是对当时希腊罗马的哲学家所谓的良知，就是是非之心来。随上嘛有人来写文章，甲中国对儒家民主大学以及王阳明所主张迄种人性本善，伫混乱的世界内底。人内底的心互暗藏，所以爱互良心走出来。你爱，所以咱俗句嘛有一句话讲吼，你的良心叫到遮去啊。意思就是讲吼，啊，你做即种无天良的代志，你的良心等袂叫到遮去啊？是毋是叫到遮去？真类似的想法。罗马书第2章16节，咱读到这段的上尾仔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安尼，伫迄日，照我所传的福音，上帝会通过基督耶稣来审判人允捌的事。所以保罗咧对咱讲，啥物是伊所传的福音？福音是当人的良心伫上帝的面前，咱知影迄是伫上帝的面前。咱嘛有家己的良心，讲是咱嘛有上帝刻伫咱的心，伫上帝面前自责、家己辩论的时，迄个时阵，这就是上帝早就刻伫咱心版的记号。当咱有安尼的反应，咱就通照着耶稣基督服上帝，判无罪。巴特是安尼讲，卡巴特是安尼诠释这段经节。伊讲上帝无用这个世界的迄个标准来看人，人会诚做追求永远的迄位，互伊赦免。人嘛会诚做不义的萝卜，互伊救助。总是不管安怎。
上帝对人完全了解。这同时也代表耶稣基督伫国外内底，伊所起来国外的时，迄就是人新的一日。主耶稣基督的日带来公平，带来一切变永远的改变。伊掀开人心内底上温密的心思意念甲代志，要启示咱，人就是互上帝对上帝做出发点，来互人甲上帝认捌。愿上帝帮咱，互咱伫这个世间行代志、讲话、做人，无加他人批评，因为咱爱知影加人批评，咱若无做会到，就莫人批评，听有意思吼？然后呢，学会晓伫咱的生命内底积聚，爱欠的是啥？咱生命内底爱欠的是啥？更较好的美好甲善良，了解一切拢伫伊手中，互伊认捌，也互伊所听。那安尼，我相信伫伊的日内底，咱就会坦然，无啥物通惊的，做伙来祈祷。主求你怜悯阮，你知阮是有欠亏的人，阮的心思意念你拢知，总是阮也时常互不义掠条条，甚至真做不义的奴才奴仆。主求你怜悯，主求你甲阮做伙伫地，因为阮知影你是阮的上帝，阮爱行伫你爱阮行的路，去行好，去做上帝你爱阮做的事，就是人侮辱阮，人迫害阮，主求你也帮咱，因为阮知这一切，你拢看伫眼中。求上帝帮咱扶持，互阮伫你来日通徛会牢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